好，这第一道题呢，你要用一根绳子把这块冰从这个碗里挪到那个碗里。这么简单啊？不简单，条件是不能用这根绳子拴住这块冰。那我可以用其他的东西帮忙吗？可以呀，但是只能用一只手，这只手呢还不能碰到那块冰。黄祖母，这也太难了吧？这只能用一只手，又不能接触这冰块，那怎么用这根线把这个冰块挪到那个碗里去啊？皇上啊，若是这丫头认输的话，哀家就让李总管给你做个演示。可是这50手板你就着实的挨上了。皇祖母，这一环手上还有伤呢。那伤好了再打。皇祖母，这个一欢要是实在办不到，能不能看在孙儿的面子上，给他换一道题啊？哀家是一再让步啊，已经给皇上足够的面子了。皇上，不用再替奴婢求情了，奴婢已经想到办法了。真的？你确定啊？请太皇太后跟皇上给奴婢一点时间，奴婢要去拿一样东西。可以呀，不过你得快点，不然的话这块冰就化了。谢太皇太后，奴婢告退。哎，谁家野孩子呀？没点规矩！哎，这孩子，这丫头怎么还不回来？这冰都快化了，你想出来办法没有？奴婢想到办法了。好了，稍等片刻就可以了。这丫头没想到居然用这个法子。你这罐子里边装的什么东西啊？这是奴婢抓紧一切时间从御膳房拿了一罐盐。哦，朕明白了，朕以前学的功课里边也有这一门知识，只不过刚刚情急没有想起来。一欢，想不到你还挺博学的。皇上千万别夸奴婢了，从小到大奴婢不喜欢好好学习，但是什么都学，只会那么一点点，杂而不精，跟博学2字万万沾不上边儿。